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8月20，诗篇119篇89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伫天，直到永远。大家来祈祷，赐阮稳定甲活命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信实的主。你是有丰盛慈爱的上帝，耶和华，愿你照你的话，互你的慈爱，就是你的救恩，临到我的身躯。主啊，当万物变化不定，当环境困难重重，当世间的一切无法度通我靠的时，主啊，你互阮知，你的话安定伫天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的话将阮救我，你的慈爱丰盛，你的救恩要临到阮，因为你是永活的上帝。主啊，愿阮听条你的话，愿阮伫你的救恩中来活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咱每一天拢听条主的话，伫伊的救恩甲丰盛的慈爱中间来过每一天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